Hey boss，大家好，我係老星。近排同大家睇好多日本嗰邊嘅比賽片段啊，但係好耐冇翻到嚟睇翻一啲本地嘅電賽啦。適逢近排就係我哋 Slowbro 嘅戰隊選拔，我哋啱先亦都有條片咧就記錄低嗰日嘅一啲概況嘅。而當日啦，亦都再次好感激借出場地俾我哋嘅樓上卡鋪，好近旺角東天橋嘅 Have 卡。而我哋都撞正當日都係佢哋嘅電賽嘅，所以順勢就錄埋個頭台啦。右邊選手叫火腿，好明顯啦，呆王牌組一路打到上嚟終極呢一戰。咁左邊選手 Steven 呢，前面有夢夢，後邊草面具亦都用埋碧綠之舞。呢個巢波開埋睇下捉唔捉到佢咩牌組啊？8成幾係太晶 boss 噶啦，咁仲有少少可能會係猛雷鼓嘅。太晶體系巢波起手式旋轉落托舞，拉3隻，佢拉咗隻咕咕，一隻夜鷹，咁同埋仲有隻百變怪，其實好好用嘅百變怪依家。只要第一個回合佢喺戰鬥場上面嗰陣啊，可以變做牌庫入邊任何一隻基礎嘅寶可夢。佢呢度就夢夢零費撤退推佢上去，變隻水面具出嚟啊，填埋水能量，亦都好惡啊！用老帶捉咗對面後場隻外收。再用第一招絕泣鎖住佢喺戰鬥場，咁自己後邊呢就唔會再受到含羞包樣樣花粉嘅干擾啦，好聰明嘅做法。不過火腿咁啱有粒 Jack N 喺手，冇辦法啦。場地都拍咗先，夜間學院，而佢右手呢其實偷偷地擺咗張奇樹去棄牌區嘅。第一個回合嘅應對嚟講啊，算係做得幾足噶啦。奇樹將對面手上面嘅貓頭夜鷹洗翻落 deck 底，咁同埋亦都個 Jack N 好緊要嘅。叫做破解到對面嘅老大的指令，呢個奇樹亦都送咗2隻底俾佢，多一隻嘅外獸，同埋仲有隻天然雀啊！對住一啲小人牌組，太晶 box 都期望會用水面具作為主要進攻嘅手段，始終可以保持住2獎2獎咁收嘅一個節奏。如果你本身身上係有璀璨結晶的話，一個赤蟲啊，基本上就係收對面2獎啊，好抵玩。Steven 進攻嘅選擇，前面嗰隻噴100，後邊揀一隻噴100，而佢又揀天然雀，亦都好合理。清走對方可以特填嘅手段，就算火腿呢個回合真係俾佢進化到外王或者手上都揾到佢進攻用嘅武器啦。咁但係呢個牌組如果冇咗天然雀嘅話呢，就比較難一個回合填到2粒嘅能量上外王嘅身上。節奏上面落後緊，佢選擇先穩住個場面，擔架又擔翻隻含羞包上嚟，同埋手上邊啊。第2粒嘅 Jack 又噴翻上去，希望叫做爭取到啲時間俾自己慢慢鋪翻靚個備戰區。望就望 Steven 手上冇能量喺手啦，即係如果唔係呢隻含羞包都撐唔到幾個回合嘅，對面真係冇，總算叫做爭取到些少喘息嘅空間。到約睇7張牌，然後喺入邊 Pokemon 牌仲有訓練家牌可以各揀1張啊，即係可以揀物品道具競技場都得。揾到張好牌啊，好有補分，同埋另一張都緊要喎，修建老將喺外王進攻嘅武器之一，可以平推250點傷害，去面對對方而家啲水面具、草面具呢，綽綽有餘。補分就拉多隻小外獸，仲有隻天然雀要出翻嚟，靠含羞包喺出邊幫頭家遮風擋雨。終於進到一隻外王啦，咁但能量暫時都係未有，唔知係想等下個回合天然鳥啊，定真係手頭上仲未揾到能量呢？講到能量就唔單止火腿要，其實對面 Steven 都好需要，因為水面佢第一招絕泣係任何能量填到落去啦，任何1粒都可以啊，都已經能夠攻擊到。大空洞頂走對面夜間學院，亦都好快完結自己嘅回合。亦都係含羞包啦，喺戰鬥場上嘅時候，幾常會出現嘅一個畫面，用唔到物品啊，當自己抽唔到召喚者，場上面嘅 Pokemon 又冇辦法幫你做到任何抽類呢，就係咁啦。Top draw 過 turn，Top draw 過 turn，仲要平時含羞包對含羞包吓，點都係3 turn 完事分決到對方。呢度水面具你10滴 HP 咁搣呢，真係唔知搣到幾時。Top draw 運氣大激鬥。係右邊火腿揾到啲幫佢喐到嘅牌先呢，即係進化都好啊，或者有啲手填嘅能量。喂，定係我哋左邊揾到粒能量先呢？Steven 係佢啊，火能量。你呢張再喐唔到啊，我下個回合絕一絕走埋你隻含羞包。用到道具嗰陣，我仲使驚你啊？火腿嗰邊就先頂個場，夜間學院未完，有高級球可以進化嚟了啦。一個可能性嘅啫，天然鳥特填抽2再手填1粒，然後擔架執翻隻修建老將，叫
堅毅橫掃掃走對面隻水面具啊！之後任你點玩。不過佢擔架呢度就擔隻天然雀啫，鋪多隻天然雀落嚟吓，為下個回合做準備。原來因為係用奇樹嚟緊，佢抽6張，對面抽4張，呢度就要搏一搏有冇2粒嘅超能量。又或者你抽到1粒啦，睇下後邊隻天然鳥有冇辦法啊？抽2嘅時候可以幫你再抽到啲超能量，同埋都好緊要啊！需要啲擔架啊，或者釣竿 Max 之類，釣翻一啲進攻嘅武器出嚟。又或者本身如果你手有雷吉奇卡斯都冇問題啊，對住太精 Pokemon 可以打330咁大。喂冇啊！奇樹完之後，雷聲大雨點少，最後都係樣樣花粉。對手就草面具碧綠之舞啦，填1抽1草能量擺上去。然後手填咗粒，水能量去到水面具嗰度爭1粒咋而家，鋪個吉字雞，另外仲有博士的研究可以再抽7張牌，點辦法？喂，整多粒能量上去啊！貓頭野鷹啊，仲好過能量，要乜有乜啦！貓頭野鷹就璀璨結晶啦，填到上去3粒能量夠啊！呢個回合可以成功發動到佢嘅攻擊，激流水泵再泵2隻，同埋佢好陰險啊！攞多張赤蟲，就係下個回合。可以啊，再填2粒嘅能量，再泵多下就6掌完場。呢度泵走對面可以幫手特填嗰隻嘅天然鳥，火腿亦都係非常之吃力啊！上次我哋大家睇咗啦，呢副呆獸牌組順起上嚟好犀利，咁但係佢要做一次攻擊啊，其實係要滿足到非常之多嘅前置條件。平時因為佢係小人牌組啦，讓1、2掌其實冇乜所謂，後邊2掌、3掌咁樣可以慢慢追翻。今日就秀才遇着兵啦，撞正隻水面具，起動又快過你，拎獎亦都唔會話真係慢你幾多。火腿吉字雞抽咗3嘅，然後用咗釣竿 Max 可以喺棄牌區揾5張 Pokemon， 仲有基礎嘅能量卡可以捉上手。我成日覺得佢叫擔架 Max 仲 fit 啊，因為喺棄牌區直接捉上手嘅，唔係話使入個牌庫嗰度。同埋佢呢度係勁慘啊！捉咗一堆牌上手啦，進咗隻天然鳥，鋪多隻天然雀，然後博士的研究將所有嘢抌翻晒佢，真係當一張好普通夜間擔架咁用啊！擔隻天然鳥上嚟進化，咁亦都終於啦，哇！抽完吉字雞呢度又抽7張，總算揾到1粒嘅超能量填到上去。但呢度俾你填完，又有另一個問題啦，換位嗰度點搞呢？而家前邊卡咗隻小呆獸喺度。結果火腿呢場運氣就認真麻麻啦，錯咗成場喺度啦，卡到不得之了，亦都側面反映到咧呢一個面具 box 嗰個穩定度同埋嗰個全面性係幾咁犀利。仲有百變怪真係好東西嚟嘅，恭喜 Steven！ 今日就同大家快睇咗一場本地嘅賽事，嚟緊就翻去日本噶啦。除咗 Tot 嗰場之外，見到總決賽都有人話想睇，盡量睇下追唔追得切啦。我係老星，下條片再同大家見面，拜拜。